欢迎收看福起来吼孔比波。语言的传承吼，系一个延续文化一个轻重要的指标哦。越来越多的人吼，今年嚟也母语教育嘅一个教学嘅一个领域啦，老七家学到嘅东西咧，做啲传承吼，本后场嘅哦。根本呢咧，吼孔比波本太家咧，就系呢啲教学领域啦，投入嘅动到心力，还有同时啊，咩嘛母语嘅文化用轻松啊、发跳嘅方式吼，教本小朋友、大朋友嘅一个欣赏哦。今日就係請來本人吼，今日來賓哦，就係台北客家書院嘅講師鍾淑玲鍾先生吼。主持人也好，大家好，我係鍾淑玲。今本日呢，當歡喜做得到了到老大家來見面。我也希望講，同我啲按多年來教學嘅經驗，或者講係我到客家語言文化呢方面，我就下。用到我嘅心力哈，填修嘅部分啊，做得老大家去分享，希望呢位中意，希望大家。係哇，家下有講到吼，一開始有講到就語言呢一部分吼，其實係對於咧文化傳承係真重要嘅嘛。因為大家啲講話嘅時間，其實就已經老文化用啲語言地度嘅。嗰所講起來，語言嘅教育啊，吼，對於也先生來講啊，喺那時開始來接觸也教學嘅咯。因為我係一個正經嘅客家人，我嘅爸爸媽媽、阿公阿婆，還個用阿家公家婆，全部都係客家人。我本身係教中國文學嘅古典文學嘅部分，但係因為到90年開始，家就自然先生落來提授教客家語言。我想講，我係客家人，我會講兩種腔調嘅客家話。故所我想講，做翻譯冇生我係生意，我講教翻譯嘅人當多，但係教客家話嘅人當少，家下當少，唔係從啲下多。我就想講，確實我做得用我母語來提授，我知道當歡喜，所以我係因為當歡喜而用我母語來提授，將來加入呢客。唔過家下有講到係92年嘅時間，吼有安尼幾年嘅吼。唔過嗰樣時係用嘅上班用要上講，因為我想講吼，嗰樣時嘅時間合法啦，唔單止係合法，係母語啊，母語嘅教育吼，咩係嗰樣時陣開始聽啦，咁開始有乜個鄉土教學啊，啲學校啲都會教，我來從事呀母語嘅部分，係有乜個事情吼本語啊吼來上講，係啊合法其實咩一重要嘅吼。因為我家下去參加一個學術研究嘅一個場合吼，我有談到一個呂新昌博士啦，陳萬義博士，佢兩啥講80本嘅當感動吼，都講多音交響，多音交響吼，族群共融，族群共融哈。那佢哋80多音交響多族共融，本來動態感動係知道講族群嘅文化吼，應該係互相來了解，互相來影響，唔係排擠。嗰時我都想講，安尼我應該吼，我了解自家嘅母語吼，有好多話我要親熟絡，因為我教好多年。嗰時我知道方言我要從細都接觸，我除了3種語言嘅領域，我又係學中國文學，你吼，等於係學文學嘅人吼，文學人語言嘅關係，我都知道講，安尼家我應該都係第一條道事情吼，買起來，變到我自家族群，因為我族群算起來係很弱勢嘅，嗰時我都想講，本嘅80感動也係一個動態嘅動力，本我現來做安尼推通安尼自家行業文化一個統計。唔過講來吼，一開始嘅時陣，啲方言學識嘅係學中文嘅吼，啊中文吼啲教學當空吼，可能要有當到嘅經驗做得嚟吸收咩，而你有當到人就講嘅教中文其實有當到人係用按多年來，就已經有當到人哋嘅教嘅咩，唔過合法嘅話吼，幾樣是咩？聽聽嘅開始來學聽聽係冇，唔好來學來用嘅來教拼音嘅係冇。當然啦，都講。教其他像係你方言兩位吼，同樣你教中文嘅人對語詞啊吼、語句變化、老文章、老文化嘅帶韻吼，掠到過程都係同樣。我老佢轉到係你客家話，我欠嘛嘅點嘛，我社會都係講，我對客家唱山歌，吼對客家嘅一個文化元素，我知道我漢無啦，吼，亦係講any 行業歌謠等等，因為你要教客家話冇唱方言咁簡單，佢都現成都做好嘅材料當中。嗰時隻92年代嘅時節寒冬少，嗰時講家當當年都投入去編教材，我也有聽書，不過我自家除了去聽書編教材，輕重要講。
我必须要去做一件事情，都我去学冲山歌。哦，山歌迄青葱油系冇，因为有阵时有的人就知道高雅合法的部分、合法的文化吼，佢咩做得用莫腔用的两位莫腔用的方式，用高的方式没有啊吼。啊，唔过唔知道迄冲山歌来做一类切入点咩青葱油就错嘅，来学习一下客家的文化。冇错，像冲山歌都对我成人教学，因为我本身都会做成人教学哈。成人嘅部分哈，一定要有得像山歌了哈。你讲客家美食嘅东西，唔过我咪向也有参加成人嘅部分，成人嘅部分哈，教了。唱歌嘅跳舞都当重要，古时候你点话，我甚至去学嘅身体嘅律动。我以前也唔係學跳舞嘅人嗬，但係每到客家，我真經練嘅人講帶動唱係我也要學，佢咩學嘅，因為人咩學嘅肢體嘅表演嘅人嗬，你行咧愛見過人咧訓練，咁做得嗬，去到台上本身人哋看到人嘅一步走嗬，你按一步係咪做錯嗬，行咧愛學習嘅，古時候學動作。睇起來真經係大人老細人嘅真經係冇強用嘅，因為細人嘅就係本家條教，啲教地度來學習就從嘅，不過大人嘅話可能就要有咧內統來搞嘅條，按用嘅來對呀，因為用方言嘅話可能就有注音啊，還有一啲文法啊嘛㗎，不過要來搞一啲新嘅東西，合法上來咩一啲新嘅東西啦，嘅用詞嘅話，係啊，按你新嘅東西，我用嘅唔知咁樣要來重新來學習呀羅馬拼音啊，拼音嘅方式啊，唔要用按你嘅方式，因為大家談到學拼音嗬，就會知道更啱一些咧，哇，我學到呀講法拼音文化嗬，文化吧嘛㗎，係唔係嗰種成要上嘛㗎方法嗬，做得本太年學習咩要較有通力一些咧。因為最早嘅92年嘅下嗬，藝術92、93嗬，藝術到嘅中央研究院嘅嗬，佢喺地度有醫生生嗬，佢都係研發嘅羅馬式拼音嘅嗬，啊當然嘅當導演像池秀全先生佢哋也強樣全部有發動到前邊到嘅邊，還有幾時還有詞典啊，詞典啊幾時我也有參與到小學編教材部分嗬，因為知道羅馬式冇像我哋上嘅按難，因為嗬，唔拉老佢當作係唱人教了嘅嗬，因為啲你學嘅 KK 音標內同嗬，老嘅羅馬式嘅運用係當上強樣嘅，古時候上次我拿去做實驗，本我個人去看嘅時間，一看到佢釀出來，係啊，上次有個泰人嘅學員嗬，係我個人嘅佢講，當見但佢釀出來比你行下標準嗬，所以羅馬式對啊，用到成年嘅時間都係你個本業變到係遊戲啦，唔做唔得講哦，安尼啱。我出發明空有冇？看到先生動不跳呢，還喺跳舞。就上次嗬，我有一條講有一條嘅以前嗬，去嘅跳舞嘅講頭，我朋友看到都講當好笑，連影片我都用身體嘅表現啦嚇，啊本身人哋知道。你就變到看繡裳一些咧。係啊，你像我一個繡裳，當然都搞好地步，也本一個唱人聲人嘅強樣老幾多，強下去做身體嘅運動，啊強下去唱歌去唱童謠，強下去樸素，你都係你都係強樣老聲人嘅轉到聲人嘅時代。唔過你即家可能看到唔老小朋友嗬，喺教學過程地度，唔會知道即家咩學習都懂到冇？有啊，唱人聲人嘅嗬，佢嘅想法老 Andy 嗬，唱嘅上次開始講嗌老聲人，叫我講 Andy 多呢條歌嘅來變咗歌謠，變咗通作嗬，Andy 來表現本其他人看好冇，聲人都會講好，啊嗌變嘅通作上次佢會講，先生安尼唔好，唔順，係唔順佢講嗬，兩對面大旗吧，應該嗬，我徛定嘅中秋嘅嗬，佢哋嗬看過嗌上次本叫看文化樣片，啊其實看過嘅樣片有人徛嘅中秋嘅啊，係緊蹲嗬，聲人都講，先生 Andy 我徛起來緊蹲，我都知道其實聲人係有創造力嘅，做啲教學相當就錯嘅。我當到喺律動嗬，都未響我學到個一步嘅時間，我學做到自家運用到歌謠嘅時間，我老聲人向喺邊嘅律動嘅時間，聲人會讓我改，即係改係冇？叫咩改？啊我太提都會講佢改，因為你唔係去比賽，也唔係講當真實嘅表演，青島都講表演本高中也注意講啲咯，嗰時候佢哋改，我盡量比改，啊佢哋講嗰隻動作係幾像嘅，啊嗰隻節奏係幾撲出嚟本大家聽嘅，啊聲人你咩做都係做小老師嗬，寫先生佢哋當快。睇起來先生咩真件化係動到嘅成年學啲也教學也。
当红就错嘅。不过喺今日嘅呀行年嘅模拟嘅教學高校，還有啲嘅教中文嘛，係呢有係呢。呢下我都清晰嘅，以前我還有帶嘅中文班吼，算三期啦。佢細年嘅人我從頭都拿一粒練舞吼，不用等都講，哎呀練舞開始來想象，用想象嘅嘛。係錯嘅細年都會啊，我都帶嘅牛年吼，不用等啊，細年都懂得會想象，想象串聯起來都變到幾條嘅詩，寫詩吼，或者文章也係對嘅你不用讀書，像你放圖咩啊，不用你進入開始都有懂得嘅聯想哈。因為我親校老師研究啊，我記得我都開始嘅時間教生嘅咧吼，我實動態上老師研講唔好講法，唔好講法吼。不過我發覺生嘅咧，係行下態上吼，有一個同學嘅先生吼，佢都係順風吼，隔壁班咧，佢將我做乜生嘅安態上，因為我冇媽會媽生嘅咧，嗰時候媽唔養生嘅咧，要知道講起嚟用嘅。我隔壁先生過來，佢當有經驗嘅先生，佢講莊先生，你安後年要通啊，嚇，佢下課嘅時候佢當好，佢猜這個先生吼，因為我畢竟係都是專任兼任咩專任吼，咁呢咩古時候我冇法度講安有經驗，像個班級嘅經驗吼，我係冇啊，繼續猜這個先生當好，佢然後係咪順講講，先生唔是太上，你都點點冇主任看幾條都好，我家係冇了解，樣會會有效吼，但你我要知道做生意嘅行你要炒，唔過幾條會係冇安炒，因為佢像先生做嘛。佢人嘅冇講快係，慢慢你我感覺係你一家去 TV 啦，經過遐多年，同埋簽嘅啲，其實生意都會按你了解佢，其實按你注意佢吼，像佢遐餐嘅生意咧，上次都喊落順風聽數師，聽老外分牌當出題啦吼，聽數講哪排生意咧，聽數佢即間要動聽哦，係啊，簽嘅轉去要見上講，都帶我一樣啊去老掠到吼，動餐嘅生意咧吼，聽下，慢慢咧我知道當面吼，當面講，可能上課。親手媽生嘅，我知道媽冇，因為我都冇下兩個生嘅細餐嘅時間，我咩咁講媽係冇效嘅嗬，都係你愛快啲，快到嘅時間去了解佢到，冇都講下課嘅時間嘅動餐咧，我留下來，我建議做乜嘢，你係咪根本嘅有乜嘅事情冇關係，佢都會講上一節課本先生媽咧一節課，嗰種嘅心情係，人堂嘅，佢都會咁講，有咩模型，將我按關心佢。上次我要調試留入堂嘅，大家走咧，我老講佢留下來，我要花浪佢講，同餐咧，結果我留入堂嘅本佢下叫都記得嗰入堂嘅當好食。你係生嘅，因為太人咧唔是安尼，太人嘅本佢吼延續學習、延續學習嘅一條材料，像佢講太人嘅學嘅，我做你記嘅應當本佢，我記。譬如講，我兩禮拜去講白宮，我所有白宮咩嘅情形，變到一個文史檔，都本家嘅，我都本身太嚴重，太嚴嘅乖乖望人要鬧我，仲係生嘅當我。太嚴嘅，佢竟然就在太嚴嘅，吼，就做得來即個來整合一下，來即個學習。因為其實佢我知道一下太嚴嘅愛主動吼、主動吼去學習嘅話吼，就會學到較多嘅東西係自家嘅。會延續嘅。老小朋友係冇強樣，因為小朋友可能係被動嘅，眼冇上，然後來學呀，眼冇上，我學一下法，唔過就係課程咗安排，眼就來學，我太年就冇強用，係自家愛。係，嗰時候可能係太年啦，四年嘅兩種，係冇強用嘅，冇強用嘅年啦，嗬，做對來教嘅時間，咩要教法咩冇強用，唔過咧仲先生先強哦，嗬，佢喺太年細緻，嗬，就做對有自家嘅方法來教哦，還有佢係出嚟動多本，自家嘅詩詞哦，係吞呢張手機唔太搞，一下先來學佢哈。家下吼有談到啊，有講到吼，從線上教學吼經驗。唔過咧，佢除咗吼教學以外咧，其實咩要參加嘅當道嘅文學嘅詩詞啊，還有童謠嘅創作個。根本你學佢現場咧，咩要帶來嘅當道從線上有當道嘅詩啊，還有童謠嘅內容嘅書係冇。根本你咩要帶來現場啦，大家分享吼。我因為哈老嘅李歐哈合作哈，有聽書特別是客家師傅委員會哈，佢都出一條嘅詩詞嘅繪本啊，就是繪本哈。繪本底部佢就整文嘛，整文來獻講那條嘅作品係做得來描寫台北本太原細緻可能你台北嘅風情哈。我都聽書兩條事情係除咗對佢嘅文字嘅審查有聽書哈，文字嘅調整，還有都講我自家要參加比賽，係自家沒有創
创作就出嘅。係啊，因為特別記得都會講啊，先生有沒有出嚟第一個歌吼？因為記得電影有寫吼，啊，佢說講從97年開始，7、8、9、10、11，啊，98年8、9、10、11、12哈，101哈，按多年底背哈，我有連續的5年的時間都有聽書，都有出作品哈，其中還有一篇多個書獎都會提名，啊有2篇多個優先啊哈，啊也都歌唱都本來感覺到講加油哈，有李歐吉德嘅倆團隊合作哈，團隊來聽書哈，因為所有的詩詞都係有當好的繪本的個畫圖的背景來做插畫哈，嗰時你嘅作品可能本定80分，啊本自己背景加起來都變99分，沒聽冇聽錯哈，嗰時我都吃到當功用，都講因為係機會，本來詩詞用畫圖來聽書表現。嗰種先生未來咁呢呀寫呀詩詞嘅部分哈，係有童謠啊，係唔係咩老唔自家對呀中文啊文學有興趣咩，先有關聯吼？當然啦，我從細時間我記得我親細小學唔知3年生開始哈，我先生出嚟嘅題目哈，按到狀元，唔知有加狀元歌嘅，狀元歌嘅，安尼都係狀元模嘅咧哈。因為家下我記得講當細時間，先生都拿我嘅作品念本大家聽，因為佢知道我寫嘅嘅狀元狀元係正經嘅，啊先生都冇我講。你真嘅有狀元，都捱緊年推捱50人生嘅，幾下年推狀元較少嘅，像捱嘅阿姑啦、阿叔嘅都60人生、70歲爭有講狀元，像捱嘅年紀已經冇咧，漸漸嘅對農業化嘅社會轉變到工業化吼，嗰時候捱已經冇狀元嘅背景，但係捱都用嚟做唔掂喎，先生出嚟嘅題目捱轉去，捱都真嘅去嘅，比捱活下行下種下嘅親戚活下吼，我行當然嘅路，捱都喺阿姑帶定捱去看人狀元用嚟做。我真經看人狀元，將來以後我寫都有唱，古時先生上奇怪，佢先生係調詩嘅，佢啲講無佢辦劇上有到嘅環境較唔好嘅，較撞下聲嘅咧，我行當然來吼，無下有狀元，啊唱藝上咧帶到下接近好高下，較無按時期啊，較時期，我應該無唔曉狀元，啊等你我寫出來按唱，佢就會講，佢冇嗌講要按唱，啊唔響吼，佢也問大家聽，佢講我雖然自家無狀元，唔過我要去觀察，先生我做到講你去觀察咧，觀察係青松腰嘅，青松腰嘅係，啊古所講家下開始我都對文學真有興趣，我啲有成就感嘅，本人鼓勵嘅係冇？係啊，因為我從頭學我演講，細細個我擔嘅都真好，啊先生啊從頭喺我去演講，我演講嘅時間見到寫，記得台風唔會減，唔會減，我家下細細嘅時節嚇，我就記得講我起上台上嚇。啊，先生教義我，他就嗌叔伯阿哥，會教我講樣板吼，表現講到當輩個戲個氣勢都出來。還有肢體啊、素絲啊，樣家都就開始吼。啊，所以講我對寫文章有興趣，都各種我記得家下，你讀一本書，我係演台啦，我個50年台然後又讀一課按咯，蘇台秋係講，蘇大就是美。我印象當深吼，我當後談，我就讀個文章寫退以後吼，我就寫到個按咯生活周記，各種嘅寫。喺生活周記寫個篇寫退以後吼，先生喺大家抄個篇文章，抄退之後先生感覺嗰篇文章當好，我是咁挑戰先生，我就問講蘇台秋係講，該不僅是台對咪親講。我寫咧給我一些先生會發現咯，點會壓咯，叫係咪講應有辦感覺，係有冇有安尼想法啊咧？我講不僅當到嘅時節吼，感覺叫做當講，因為家中下當到不僅，喺先生吼都提講我有想法，古說先生當相愛，每項吼教過我嘅國文先生。全部會鼓勵我寫文章，係我講下擺一天嚟讀中文。啊，嗰時就順定自家個性啊，自家性嘅就按呢，聽嘅就來接觸嘅也文學，嗰類咩有家下講到嘅咩接觸嘅也合法嘅部分，用合法因為合法你要寫詩寫詞嘅時間，就算係童謠好嘅吼，其實還係會有幾個韻呐，係冇韻還係會念起來會較順一些咧。就唔基本人就想去老太家念一下，你自家咩情感通嘅作品係冇。好啊，因為吼也按多年來吼，所以講老李歐佢哋合作吼，老特別市政府出嚟也佢嘅詩詞嘅繪本，佢當年都用毛孔樣嘅名嘅，開始講喺邦人佢都用邦人墨客啊，吼用毛孔樣名。啊，我知道。呢度就會有先生自家創作，係創作，還有我聽書叫做正理文詩啦，吼，老李歐合作嘅部分，啊我都唱過按多作品，譬如我情感通嘅都係一篇吼阿妹，係冇。
也偏阿妹迄个讲感动，唔看佢畫圖畫到哦，有熱講啊，還有啲讀詩風係冇，係有人看到嗬，佢下輩嘅嗬。皮啲阿妹看嘢講一個鏡頭，細人誒，係皮啲阿妹看嘢講都講，唔看，你看你都一人嘅都底下都台北，還有佢嘅設計嘅方式係用細人嘅培養，係冇唔錯。我都想到講嗬，做晚我先兩篇嚟講，我先老大家分享都講，因為你華語、英文、日文所有嘅出強嘅語言都有阿妹嘅文章，做晚嘅我客家人阿妹嘅文章都按寫，你客家阿妹這樣新嘅較少啦。係啊，嗰時我除了寫家譜。我其中99年寫家譜，然後寫看台北嘅兩個現象時嘅時間得到第一名，然後第一名嗬。唔過一百年阿妹其實我成績冇按好，但係我自家當中都係講，因為呢片阿妹咪對有青苔音，咪響嘅陳仲英先生嗬，佢男高音嗬，佢咪響佢要做作曲嗬，佢看到也全部要拿去改寫到曲，喺我都歌詞來改。就做得衝安尼，係做得衝，因為佢希望講，你也要有客家人嘅阿妹。呢片我中意理由係我嘅阿妹，也實來台北人嚟聽書，佢攞嚟聽書嘅過程，喺當到旅北，你講來到台北生活，也嫁到台北來嘅，也實接觸到自己阿妹嘅聽書，我都當到人對阿妹嘅想法，對阿妹嘅感情，然後感謝，然後你客家阿妹係樣嚟做，然後佢表現到了書詩地位。好啊，做啲啱下本太家堂。剛剛朝中亞嘅海陸腔，海陸腔就係真實係亞母語啊！好，我嚟為大家嚟念一下咧阿妹用你客家講嘅上潤，你客家講嘅文字來統一。海陸好，天當熱光光，無通紅老阿妹強下錯，心都當少暖，無孫桂花香。阿妹總係上轉，逐東老故鄉。陪阿妹看台北嘅熱光，重跳阿妹愛彈嘅歌，阿妹聽到笑呵呵。駛來台北，阿妹隨時簽簽到，看到阿妹咕咕嘅背。還有拍拍嘅跳那麼，愛唔盼得，阿妹讓我變安多，阿妹嘅愛愛三萬大病，得到好名聲，愛事業成功，家庭圓滿，阿妹離開老屋，來到台北，聽小愛安多。愛阿妹，愛你身體康健，快快樂樂唔死少。我愛為你講聲氣，濃一笑，天當熱光光，在台北新故鄉，我會仍然陪阿妹，當日陪定皮到木筍界桂花香。就會安樣，哇！聽起來真有感情呢，還有啲度嘅感動咩啲度，因為家有講到啊，其實唔到啲嗬，啲嘅身邊嘅人嗬，係冇知道誒，用咩老誒，係啊老暗道，因為可能係大家啲嘅關係，而冇啲關係嘅時節就冇注意到，其實身邊咧大人啊，係啲細人嘅可能太花係感受得到，如果。上看那自家屋企啲都係老人家，爸爸媽媽，係可能會有當到年尾衝線上一下，人哋看到嘅時候，係呢，有冇老嘅暗道？因為我接觸到當到客家人，佢哋人嚟講嘅也會變到係我嘅詩詞，從你地邊度寫描寫嘅詩詞，一部分係我嘅感想，一部分係從有啲西南人來到台北，其實佢嘅阿妹可能離開佢嘅老故鄉。當來到台北來聽書故事嘅呢，因為來到台北點樣會關係咯？佢按下邊會數，但係你係唔係講我你做得下班之後來皮媽媽看你咁樣講，得罪故意下，皮媽媽嗬，創起3個半媽媽堂，媽媽真會想佢嘅老故鄉，因為佢離開佢嘅故鄉，佢唔看呢，佢來了係諗住聽書，嗰時我將來當到嘅想法嗬。就教到我哋啊詩詞地位，佢唔單止係描寫我嘅阿妹，咩係你當到人嘅阿妹。古時當到人談到，有人談到了書，陳仲義先生兩個合作，改寫一首歌曲嘅，有人談到都講
都教的，都上到阿妹都感通都留下来。不过讲下谈到的吼，迄算来迄个太人啊，由细细的人章做得有几个感受，还有经验啦吼。不过根本咧，还有咱我老太家小家咧，其实就係日本吼童书吼，就係童年咧绘本啊吼童谣。第度啊，其實係講嘅係咧故事哦，唔係詩詞嘅部分。算來咧绘本吼，大家就講到第度聽說會畫動到嘅圖咩吼，有畫圖嘅部分，沒有文字嘅部分。日白嘅名吼係海，愛係小綠綠，愛係細綠綠。愛係老幾講喏，海愛係細綠嘅，哦細綠嘅，有下槍嘅，你行下細綠嘅。唔過日本書吼，係一樣嘅，一開始會有安尼概念嘅喏。我想講吼，當我老客家安尼參與都了下19年嘅吼，了參與嘅過程，其實我除了安尼了看到了的作品，還有當到小學嘅作品都會教大家學客家話吼。按當年來也名針我也有寫吼，不過做馬了本係親密一本，到了下為止我最感動嘅一擺。因為講點哦，因為了係結合到4方向嘅合作，完成嘅一本繪本。唔啲繪本尤其嘅音樂繪本吼，而參與嘅人，我知道都是上會關心了土地，上會關心一啲嘅環境嘅人，像其中吼畫圖嘅好多每家興，了魏嘉欣，英國好多同學嚟嘅復興上工嘅同學吼，佢小學4年生嘅時間都來到離留嘅黃志忠先生吼，都係離我係工作室吼，留嘅黃先生學畫圖。都來嘅時間，一群生人都會清餐啊，毛頭小子全部來都係清皮清餐咧吼，根本都讀書呀畫圖都係無認真嘅，但係本嘅黃先生安尼，離我悄悄嘅留佢帶領吼，用畫圖本佢溫天下來，古數佢本來無暗強嘅哦，慢慢嚟佢發光發熱吼，得到當到一種，呢本書嘅後背咧音樂繪本嘅後背有寫嘅，佢連曬得到獎嘅吼，都會安尼先做演示嘅吼，全國性咧也有吼，青島嘅比賽，千強嘅一擺都會講，佢哋下得到乜嘅獎嘅點吼，文化部嘅新秀藝術新秀嘅培植嘅，了就幾幫啊，係多麼簡單嘅了，我入圍吼無咁簡單，唔看佢張高中2年生，17歲、18歲、19嘅，佢做得到安尼文化部嘅藝術新秀嘅培訓吼。皮稱啊，吃到懂感動都講，佢哋按當年嘅養成教育，佢嘅畫圖得到人嘅肯定。嗰所以有本書就係人家講嘅魏嘉欣同學，主要都係佢唔係行業，唔過佢要動到佢嘅創作，唔過也係通講吼，也係第一本佢畫嘅動到嘅圖啦，咩得到動到嘅獎啊吼，唔過也係第一本佢做嘅繪本咯，繪本係咧有故事性嘅，咧畫圖嘅圖法啦吼，所以你哋都吼係講乜嘅故事呢？我一本感通嘅，本大家感通。等下好，將部分大家第一下先來聊一下。好，歡迎進到現場，今日好空比寶好同歡喜做哋邀請到嘅鍾淑玲先生好來到現場好，來分享下佢教學模擬嘅經驗，還有故事哦。最主要咧，還有一本新嘅繪本咯，音樂繪本吼來推出來授給本大家哦。然後繪本咧合法吼就做哋講係海外係細綠嘅，係冇？咁還有講到嘅吼，啲度日本咧發作嘅花人吼係啲學生嘅歌，係，唱歌耳聽吼。人佢親有才情啊，已經得嚟當到嘅獎。唔過也咩係佢嘅第一本嘅繪本，因為講到繪本吼，聽出地度就會有故事。剛才先生就有講嘅一本繪本地度有4張元素咩吼，剛才有講嘅一類就係魏嘉欣也係畫圖嘅人，係另外嘅上嘅咧。那我安尼對最有名嘅都係邱慶儀哈、邱慶儀哈、小姊哈，當然安尼啲嘅背景哈，佢做嘅歌我相信當然當中。佢咩有呢味嘅金曲獎啊，還有佢嘅曲風吼，喺大家聽到就知道，誒，啲也係萬年嘅。因為啲客家嘅兩個地度吼，誒聽到安尼清溫暖，又有清有創作性嘅，真件動手吼。動手吼，因為邱小姊佢嘅背景到佢11歲都聽得也可以到紐西蘭吼，佢又有學文學嘅背景，有音樂，有其他語言通講咩青島嘅日文、德文，像安尼對當年嘅語文較了解嘅人，佢都較當年書可以處理語言嘅問題，因為佢除了作曲，還會寫詞，我
看到佢阿哥去安度嘅詞，對佢心度叫做顏香，然後佢細細幾時叫做顏香，我都知道講。也就少攞呢門徒，本來你客家加分當到，也拜按幸福，唱到佢看到，動氣要，佢看到也本畫圖冇聽到地步去講環境，唔係講你客家，唔過你客家唔好講大樣事情都愛留客家，一天愛用客家元素，上時愛用其他出強嘅元素來加詞，你當會下一本當到，喺度省人啲，佢會講客家咪流行嘅哦，都會唱兩聲啊麼嘅，嘅搖輕兒小姐啊，係流行本大家接觸嘅東西。所以配件吼，大家做得聽到嘅音樂吼，就係咩戲呀吼，心意呀吼，佢一擺嘅創作就錯嘅，佢可能也非本嘅感覺，所以也係歌名吼，就係甜甜嘅回憶，安尼。幸福不停嘛，哈，幸福不眠，對，幸福唔會停下來，唔會衰退啲，係要客家部分，因為輕兒嗬係客家人，南部灣南嘅客家人嗬，佢用南詩人用當針對嘅南詩人強來書寫，故所唔聽到佢聽一條歌，按到甜甜嘅回憶，甜甜嘅回憶嗬，都會當到南部嘅客家用詞。故所日本拿到日本嗬，大家假使喺拿到日本咧，非本嘅話嗬，就做得看到，呢度除咗有故事以外咧，也當後尾有啲 CD， 就係會有聽到，也下大家聽到嘅也係東西就錯嘅，係就係也 CD， 呢度有四首歌曲啦，嗬，有那個兩首就係兩首係有唱嘅，係伴奏天天，唔過也。講到嘅就係一類就係有故事來講，你就錯嘅。呢度啊係有咩有咧啲客家其實咩有真有獨到嘅就係咩有講呢咧就係美分嗬，講美分咩真真。啲啊兩位呢度咩10萬棟橋嗬。係啊，國小之記嗬，對媒體來講，大家佢應該第一做當到嘅統籌嗬，也非常咩得過獎以前嘅年年做三線嗬。佢做當到文創嘅相關事情嗬，也利用地部嘅幾個團隊嗬，除咗出書以外，還有到媒體方面來聽書，你客家也聽書當到嗬，也拜佢看到觀察到了暗號本人安尼重視到嘅新秀藝術新秀嘅時間，也係佢一家工作室培養出來嘅人才，佢都想講倆變到一個故，佢都幾個圖，地部因為唔知解會家型，它是一個超現實主義嘅畫風嗬，然後佢有動重嘅創作力，還有佢有童言。一個想象老太人的世界，想象佢有法度連接，就是你哋處上嘅老也現實嘅運用嘅類，用嚟結合，佢作品地位都有個濃濃嘅個氛圍嚇，每份都係佢注意到嘅。古所佢講，乃老佢連起來變到一個故事，無天做做得本嚟嘅沙飛有一條貢獻，都講大家都做得唱，我係細路嘅，佢發出來嘅細路嘅，嗰種勇敢，嗰種挑戰，現實本當到獻入一係財團嗬。大塊睇咧環境嗬，尤其喺呢台北，都同時有兩種嘅數出來，本大家啲講，卡斯爾放棄，你都冇好環境，天神都愛反擊。嗰種先生也係講嘅，幾件係地圖故事嘅內容嘅啦。嗬，而呢家有講到嘅，其實有4張嚴肅，家下有講睇咧，就係花年啊，嗬，就係為同學，還有就係心意，嗰類咩有咧，就係美分啊。你觀察到兩條元素。那我咧最輕鬆要就係根本呢咧種先生嗬。唔過人家下有講嘅，也係捱係細了嘅嗬，也地圖嘅故事嗬，他有其實我有看嘅嗬，我看你下其實大家看到。也一面吼，就會知道也可能會老環境啊、生活啊，還有環保有關嘅係冇。議題也有關係嚇。唔過佢係用伊咧色彩當道嘅，色彩繽紛咧，伊咧係當豐富、點模樣樣嘅畫風啦，吼，畫風纍纍，再嚟實現吼。咁就先生做得嚟太有啦，大家講一下吼，也地圖，他又係講用嘅故事咯。因為大家有聽到嘅就係細細故事，其實做得本大家動態嘅啟發，安尼係冇錯。係，都講因為嗬，一當慶用講，國小字對你客家文化嘅通識嗬，佢特別本來看到了就講有意義嘅事情，本來做得用客家話，然後又用古落去，了點我知道多麼簡單，你本地都加持以後嗬，客家嘅東西都變到很流行，很有沙飛議題，所以講都細人嘅眼光看了東西，可能佢自己感覺講，哎呦，佢細路嘅當勇敢哦，頭擺環境安好安詳，做馬你下都本太人嘅希望嘅啦嗬，讀書嘅啦嗬，因為環境變暗好咯。嗰所日本也係捱係細路嘅，其實就係講伊咧，有地圖有伊咧，大家看到嘅也就係細路嘅，佢係主角就錯嘅。用嚟講，佢係伊咧勇敢嘅細路嘅咯。
因为佢看到环境变暗吼，以后嘅国王吼想要去防强。哦，啲都有咧国王就都是隐喻的哈，一个隐喻的故事都讲，当到唔看财团也系太兴家想要去太建筑的时间，佢要读书的，佢要到天内vetvetvettet咧吼。故说讲，trong方面話，人哋vettet啲天內烘就錯嘅。錯，故說講，你下小朋友吼，佢都會講佢當到嘅養分，然後當到欣賞本期嘅一啲概念嘅時節，佢都想到講，細路嘅佢冇去放棄，雖然佢係咧細角色，不過佢還係想去前進以前嚇。佢係咧好朋友細向嘅，係細對啱講，佢吼落去天內佢見跌，因為太天一堆本嘅天空吸走以後，佢想去天內方吼，可以尋出路嘅時節，其實佢經過當到困難，看佢可能要一到劈山人嘅空嘅，佢可能會一到怪書，吼，唔看佢安尼當準備要出發嘅時節，當勇敢講嚟，雖然係咧螺絲釘啊唔驚，點樣勇敢留佢嘅好朋友向下來，個爭一擺安尼。佢見夜，吼，佢留佢讀到細向嘅時節，留喺嘢講，佢都隔天講，上到頭排安好嘅時節，安好大家做得安尼自由自在，日嚟做馬兩毛，故所佢就要準備去潛出頭排嘅時節。因為啲鴉片咩做得看到，其實係大家一開始咧想法係啲臭片風吼，安尼網頂啊，係咧興奮起啊，然後大家安尼衝高嘅啊，啲薯條嘅大廈安尼係網到嘅臭片風，衝高嘅啦，衝山高啦，吼，不過唔啲喺那時候，也只沙飛，也只世界就變咗安尼烏暗嘅吼。對，因為有人為到我創下那度，就係啲地度嘅國王，東貪婪嘅國王。唔過像一種吼，大家啲方面可看到嘅一種嘅北方吼，其實沒有甘肅嘅度，就係家下講嘅呀，味同好吼，佢設計超現實嘅，超現實老現實夢想用嘅，安尼嘅接觸，安尼結合過後，其實佢係用色彩來表現安尼，表現講環境已經磨好咧，故所磨好嘅時候，係咪佢都放棄？你係講誒，你係嚟想係咪大家人做嚟發揮自家嘅力量？唔過我做得看到吼，啲一本書吼，家下講到動到目標要嚴肅咩吼，啲地圖還有就係樣講故嘅人講故事，聽說係先用方言啊，吼，用方言嘅思考吼，來開始來寫呀故事啊。唔過我看到吼，其實呀，因為繪本吼，佢嘅詩愛較少些咧，小朋友嘅生會讀咩係安尼，看圖嘅部分較多。但就有看到啊，有動到嘅詞啊，動到嘅文字吼，可能係啲方言來講係清簡單嘅，談起來咩清講。唔過大家就家有知道講客家用嘅實，因為有陣時有動到你會知道客家吼，就安尼會念啊會講啊吼就好嘅咩。其實唔會念會講吼，唔代表吼唔會翻譯來寫客家嘅文種啊嘛㗎。像鴉片吼，我有看到就係。大家就知道講，來翻譯的話吼，就直接安尼照師範就好嘅。照師的話吼，就知道說，係啊，也係佢嘅從中名啊，就照師範就好。像也就有咧，打雷、地震、海嘯，天神不留情的給予報復。可能啲總文吼，下一時間哇，也係咧大災難。對。係冇有哇打雷、地震、海嘯安尼，唔過係用假使講哦，也真簡單啊，打雷、地震、海嘯、天神唔留情嘅給予報復，安尼其實係冇講嘅，你喺睇人哋念本小朋友談嘅時間，冇咩真奇怪啊，即個念嘅就唔順嘅吼，故所將會也擺沒有欣賞就會啲下輩，沒有教大家用嘅來念呀合法嘅部分，將欣賞來教大家一下，將一打雷、地震、海嘯，其實啲合方面做得來念，做得，像打雷，你講響雷公，也係大雷公都做得，嚇，錯冇，也都當客家話啊。梯童就是地震啊，好，就地震，那地震，係梯童啊。假使講掠起阿公阿婆帶點聲音嚟讀，阿公阿婆當然都讀鼻糖，聲音都講梯童，下一次梯童啊，下擺梯童嘅時間佢都要講，我知道。因為啊，親子繪本都會睇人哋帶聲音嚟讀，嚇，古時你都帶佢讀嘅時間都將安尼客家嘅語言攞去標落去，也係阿爸阿妹嚇客家語言標落去，佢都會回想到頭擺嘅用嚟講嘅。剛才看到鴉片吼，沒有動到，就像係擁擠的人潮，有沒有滿滿的噪音，我快受不了。那知道呀，哇，也會老給反走呀，客家話吼，真係會想一下呢。唔講唔怕，也睇人吼，喊啲爸爸媽
妈妈吼有买到一本书的吧吼，唔惊哈嘎斯，下背后就有下到的吼呀，人那个拥挤的人潮用的反面，人夹人吼，系啊，客家话咧吼，客家面试就有咧，吼人夹面，人夹人，还有满满的噪音吼，黏嘅噪音，黏嘅噪音，吼，我都試嘅，然後就都有講，嘿，真經係做得本太家做得，就比如講也係有快受不了，人家輸唔了咩動機啩，係輸唔了，係啊，其實不如即係都唔掉，係，就係安琪咩講都唔掉，真刺眼嘅啦，刺眼都講出來。唔過我知道可以拿到一本書，嗬，聽說一教大家運用嘅來讀一本書會較好一些咧。故所咧下一堂嗬，就喺搶亞中心上嚟教大家運用嘅嗬來欣賞一本繪本咯，一下先嚟聊一下。家下有聽到啊，中先生後來寫嘅一本吼，就係捱係寫了嘅一本書吼，地度上來係講乜個故事，還有地度有乜個延續吼。唔過吼，啲啊地度家下有講到嘅，其實來讀也繪本吼，唔係硬改嘅事情，唔係娘娘嘅就好嘅。老太家講一下哦，地度有乜個圖吼，真正啊，安尼講睇就冇嘅。其實安尼對細人嘅來講，可能真係安尼哦，我哋佢也係咧寫了嘅。聽就冇嘅，就冇。其實係有啲方法嘅，係冇。因為嚇，你哋講嚇，其實讀者也係一個作者。無論他人細人都講，你像去讀法文咩咁樣，讀書樓作者去表現咧嚇，其實讀者咩係人嘅一個作者，而咩做得創造你嘅想法。我感覺兩點同，從有最創意去看法圖咩係啊，你看圖人討男嘅人嚇。討男嘅結果，然後自家想象嘅係有無窮樣嘅，所以讀者係聽嘢創作。誒想法當好呢，係啊，讀者就係讀者，咩係咧作者，咩係咧創作者就錯嘅。無論你係讀圖畫，也係你係讀書，你都做得係人嘅一個作者。我知道你就講嘢係我一直都以為嗬，因為我當校講，大細人嘅讀嘅時節，天邊可能你係搞幾讀，天邊可能再談看佢有乜嘅想法，佢會無窮樣嘅，還有天上邊你有本佢乜嘅。好，你又真係講大細人嘅繪本，冇做乜繪本來圖案態，嘅事都寫寫。嗰個第一讀呀，大人第一讀呀繪本，一本小朋友讀嘅時間，係唔係大人自己聽出一類小花歌？當然，係我先了解佢嘅背景，還有我有你自己一啲嘅想法，嗬，你要先做功課，嗬。細人咧，當然佢自己看有自己嘅想法，但係佢看到佢冇法度了解按到嘅，而係做得本佢哋嘅元素。係用無窮樣嘅年齡層來看一本書，咩用無窮樣嘅 TV 就錯嘅。要行家學廿八頁廿繪本要加送嘅，要係有音樂咧。係啊，輕易嘅音樂學當真到啊！唔講像你也聽到嘅音樂學都感覺本人知道當上來嗬，當心情會變下來，心情會下變下來。尤其嘅鋼琴嘅伴奏嗬，都係安暖暖嘅嗬，上暖嘅調性嗬啊！本人要知道心情要跪下，從而有療癒作用嘅。嗰時第一堂第一來看日本繪本嘅時節，係唔係咩做嚟打屁啊？錯，因為一般嚟講，你大細人嘅讀書會用背嘅音樂，你可能去潛視房嘅音樂來用，但係你做嘛唔用了顯神暗號嘅，嗰時佢先冇文字唔怕，因為有文字創嘅時節會分心，我感覺可能像我那大細人嘅讀繪本嘅貼擺，會用背景音樂係強強嘅，溫柔嘅模式嘅，但係佢彈佢都熟落了，係而直寫嘅嗬，嘅旋律佢啲嘅，嗬，本佢心情係不用輕鬆來彈鼓，整個氛圍都入到了繪本嘅一個情景，但係等到你人愛幾邊可能你喺度留佢討論事情啦，講討論說以後，你做在本佢談歌詞，像反言歌詞嗬，當然佢寫講用辦公很多幸福不眠嗬，幸福唔會衰退起來，永久都會趕走到你，嘅歌詞當簡單睇個下啲，但係佢強用配合到呢一本書都係講對環境係有希望嘅，對你社會嘅議題係有關心嘅嗬。希望大家有愛啦，有愛係叫強強嘅表入邊，幾花無教條，佢會係咪叫他不會教條，但係咧，成發佢強強嘅表，幸福唔會衰嘅，天意叫我甜甜嘅回憶，係你嘅心靈嘅故鄉，心靈嘅異鄉，也講佢細細時節對阿公、家公啦，嗰種嘢咧，天當嘅神咧，係佢總係愛有愛心嗬，總係有嘅文化嘅素養嗬，故所唔看佢。
做马记写出来歌词会感动人，按当然比感动多。古时候我都知道讲，两本书做得表现家中的方式，都讲唐吉的旋律嘅音乐，哈唐吉的歌词，再来呢也爱也讲爸爸妈妈也哥哥姐姐阿公阿婆，还咧讲地波的故事俾他，本佢哋讲小朋友，你确实迄老小朋友向我头啊，你下摆要做得发挥你的功能，咪啥嘢功能，咪大家都会做天命，大家都会做头做王，唔要安尼。大家就有自家的功能，就做个自家遵守。两摆讲也系公民议题都希望大家有安尼心情的时间，你嘅社会上会有希望。有一技之长，系较重要的啦。大家都系螺丝钉。因为刚才有讲到一开始的时间吼，其实就有讲到中心上迄啲嘅模拟教育嘅咩吼，你教大家讲合法和合法客家嘅文化。其實有當你就會知道講，用創歌嘅方式，咩係清好來帶領好來學習也合法嘅部分。像先生講一開始就講山歌青松謠啊，啲學習到山歌嘅時間，咩做得啲到客家嘅文化，咁啊該會有山歌吼，山歌至三太跳啊吼，啲歌曲啲度咩做得融合嘅當到客家嘅文化，嗱知道呀童謠咩係安尼，佢所以拜嘅硬係識了嘅吼將。將會安尼今日咧有咧歌曲來聽書就錯嘅，大家咩做得吼？啲呀清明嘅時節吼，咩有呀歌本啊，呀歌本大家就做得看到呀啲都有歌詞啊，係就做得啲呀片吼，就做得來看一下呀歌詞嘅部分，有方言嘅咩有合法嘅部分，就做得冇聽錯去充本大家談啦吼，其實就係大家做得爸爸媽媽吼有談到嘅話吼，就聽聽細人嘅啊吼，小朋友啊嚟欣賞一下歌曲安尼。如果我知道啲呀歌曲地度真正會來學呀合法一系列詞咩清友好吼。有啊，像喺南部吼，佢喺灣蘭嘅客家人，佢喺南部嘅試驗強吼，佢有得發揮像一講講，你講一講講，佢都會一講講，都會有個幽默啦，你冇咁樣吼。係用佢喺一年。我知道講吼，其實四海太平安啦，你所有嘅強調吼，對客家文化語言關心嘅人吼，冇應該都講單槍係一家係好嘅吼，喺上人哋都會冇強樣，冇強樣咩要保養。我一直都感覺到講，我根本係一個行業嘅欣賞嘅時節，我唔係講單槍都我都行業實本業都好，我更想講，你行業欣賞咩學到講教育嘅理念，吼，讓我去尊重別人，即個就會保養嘅，保養冇強樣嘅多元文化吼。你啊點解講每個行業欣賞對我嚟講嘅時候都唔是老人草詩？真嘅，因為大家就會為到客家好咩，係啊，要傳承，要來推廣一下呀客家嘅文化。我自家地位係上漲比波。唔過將要教小朋友嘅話，吼，將也係要當到去講，為用從大家有聽到嘅就係方言童謠啊，吼，就兒歌就一閃一閃亮晶晶嘅時節，一閃一閃，其實啲客家咩有好講係冇？有啊，你看嘅輕語就係用音樂，啲副歌更重複嘅時節，其實聲音客家嘅咩音樂，係，可能一開始細時節唔到點唔點啊，家係音樂，唔過要念順嘅音樂，太就係太就係哦音樂嗌啲鳳牆店音樂，對係冇錯。嗰時候看佢講一閃一閃亮詞吼，副歌更出現時，聲音嘅客家正經看到嘛嘅吼，音樂還有個業有業上司嘅合作順吼，利用呢個機會，我感覺講上司彈歌嘅，唔係講要做歌聲，全部當腔當做嚟唱。你上司都個聲音嘅牙牙學語都停得意吼，停在面吼，一念，上司要彈歌嘅，見咩要輸到兩種娘嘅聲音，還有溫柔嘅聲音吼，每本聲音你咩要被簽下來啊？唔講國中聲咧。高中生吼，冇聽錯，因為媽媽拿了筆糖吼，佢本來心情當冇讀書讀到當天，根本糖我了心怡姐姐個誒，佢規暗部心情才變好，讀書考試才有幫助，真嘅會有加分嘅效果就錯嘅。我做乜解吼？家下仲先生有講過嘛吼，要出嚟按多本，雖然唔係唔自家從中，全部都用自家從中，不過因為講日本吼係捱係寫了嘅順來到目前為止吼係唔清感通、清知道、清長調嘅一本創作咯。因為像我講，那係以外一個能力吼，替我做單槍會嚇死的，會嚇死的。安尼就輕強嘅，真嘅。我其他嘅事情都愛人聽書啊，像我特別吼，佢寫好嘅詩，像個陳宗義先生，看到中醫都係我講老佢合作，佢譜曲，佢都作曲。
俺都填词还能改一下嘛，因为音乐老师嘛，然后可以变做艺术歌曲，嘿，俺都爱记天数，以前迄记天数的咯，也哈无想到还有福气讲吼，经过每份吼，国小自己有里奥的团队吼，还有兴义，还有个每家人，哦，按到各。无强讲嘅200个人强下来关心了，你也知飞本吼，然后做在发飞机，讨论下沙飞议题，系都讲沙飞议题要做在按神奇，按嚟变到绘本，唔要按严肃，唔要讲大家坐下来望做，坐低来合作嘅，又喺动难得嘅機會啦，用温柔嘅力量，用大家無嘛嘅要潮濕嘅力量吼，天天嘅用。最温柔嘅、強嘅後來表現議題，佢都會層層嘅變到你嘅心肝度，都將一個小種子、細種子，嚇，慢慢嘅變到你嘅心肝度，本佢慢慢嘅開發，慢慢嘅睇。還有就係日本啊，其實老大家以往啊，學頭擺看到嘅飛本，咩千無強樣係佢動有實嘅感。還有就係佢嘅動靜止啊，動腰啊，要動到啲無強樣素材，可能啲畫面好大家按嚟看吼係無感受到嘅。唔過也其實會有一個立體感，畫嘅，還有光畫面咧。因為李歐佢到公司嘅創意公司吼，佢到親專長嘅都會佢到對嘅文化創意嘅表現吼，真有書本吼，喺佢到嘅畫圖本來佢公司有王志忠先生吼，佢喺除咗90年嘅畫圖，還有佢嘅創意設計規個美學總監吼，按佢對圖畫品質嘅要求係當高嘅。嗰時候我特別老佢合作到面向當到人都見老佢愛佢到嘅書吼，都講佢到畫嘅圖同獎。連封面都做到當，係啊，規則嘅設計，個質感嗬，質感係當好嘅。唔講嗬，人哋家下對一開始講到一下嗬，先生真正對呀文史方面嗬，真正動有研究啊。你自家有想過嗬，自家都得出一本就係文史文綜嘅創作嘅一本書嘛。我有想到都會講2多年來吼，我離開有開始啲書寫嘛。有，我都會講離開我方言嘅兩位吼，以前都做方言嘅文綜，也係搶到空中太好嘅外地嘅時節，也聽書嘅整理文史吼，也係非常愛碩士論文寫，也係傳統嘅詩詞，傳統嘅漢詩吼。寫幾多文章嘅時節，全部都冇搶寫客家話本嘅安歡喜。你愛寫客家話，重點係變到教材老詩詞老古謠。但係我要經常講，我想要開始來寫到創作小篇嘅文章，因為講，因為小篇嘅文章較容易俾人讀，而唔會當從。我有想到講，我以前吼寫過家譜，寫過阿妹掠到細細嘅詩嘅，唔過我下擺上嘅吼，用我一家筆來寫。我所認識嘅客家五線，吼，因為我頭擺細家轉家譜學嘅時間，我看到家譜嘅佢做事情嘅方法，然後佢嘅都係講佢對佢嘅字義嘅天數吼，本來做講係，吼，伊咧客家五線吼做得係開始。規章不卡嘅，伊個人清楚嘅從加工都係所有事情轉來都搞本家譜，所有我伊拉轉到家譜下處理所有事情嘅都係家譜，遇到困難也係家譜，歡喜來分享本嚟也係家譜。我家吃到嘅公堂吼，唔係我轉去，唔係走去公堂，我特別轉到家譜下，我都走個側門點喎，從嗰啲回廊嘅轉角嗰邊都做下吼，我一天咧變去做下，因為講做下有阿婆嘅我都伊咧雕南嘅，雕南嘅變到嘅傳統嘅作當方吼，佢雕南嘅底部有麵線，有油嘅，有飯頭。卡是愛清怪嘅時節，也係愛妹妹嗰度清怪。就要拿下來，家婆都先攞佢變下來，佢就雕南底部有動到好勢咧，也有糖嘅，家婆都會本意思，佢動餐嘅聲音咧，家婆都攞來上去。家婆用按嚟搞聲音咧，古時候聲音都對無怪人識唔到，佢雕南嘅東西，佢就按到強勢咩位啦。哇！古時候啲亞種先生吼，誒神風正經做對發覺到吼，動到無窮嘅故事啦，係要教育嘅。咩其他吼正經做對，唔啲喺那一年吼做對看到吼先生嘅創作嘅作品咯吼，大家吼我想看啊吼，節目卡地圖吼，我嚟模擬嘅傳承其實係輕鬆要對開始對老細嘅講客話開始就初地來傳承客話嘅哦。今日呢後尾當感謝先生嚟到現場來大家分享按道感通人嘅故事哦。什麼大家爭來了哦。好，哇，等下後就大家先來聊一下，就聽先生講下來做運動了。